出奇。咁剛剛咧出現咗一個警方驅散嘅一個行動啦，大家睇到啦。咁我哋剛剛就喺入邊咧，仲同即係太古嘅商場嘅負責人員咧去了解個情況。咁我主要就問幾點嘅。第一樣嘢就係太古商場嘅管理人員或者太古旗下嘅所有嘅職員有冇進行一個報警嘅行動？咁剛才我得到嘅答覆咧係冇啊 ，OK。咁所以咧都引證咗警方講咧，如果佢喺私家路裏面執法咧，係需要有人報警嘅。咁我哋要求警方都交代係點樣嘅報警嘅情況 ，OK。第二樣嘢，我哋要求太古城嘅商場嘅管理層喺明天或者後天未來嘅時間，需要同我哋進行一個對話，去了解翻過去嘅來龍去脈，究竟個過程中佢有冇通知過商戶，有冇通知過市民喺個安全嘅情況下離開？因為剛剛我哋見到一啲好不幸嘅事件發生咗，就係趙家賢博士，東區區議會副主席同埋佢嘅助理喺執行緊佢嘅議員職務嘅情況下，被警方推倒。雖然呢個推倒嘅行動唔係喺呢個商場裏面進行，但係商場嘅處理不當係間接導致咗呢個情況，呢個係佢責無旁貸。咁剛剛我哋講呢幾點嘅，係咁再補充少少咧，就係咧，商場裏面係絕對有責任，佢唔不單止對商場裏面消費緊嘅市民，甚至裏面嘅商戶係非常有一個強烈嘅責任，去需要負擔，去解釋點解佢哋容許黑警可以為所欲為咁樣入去商場。頭先多次強調咧，就係因為黑警要求。咁我都強烈咁問佢，係咪當下次黑警隨時要求下晝3點鐘、7點鐘，佢隨時想入去就入去？呢個係佢哋欠商戶、欠市民一個交代。如果唔係嘅話，香港人點樣再去入呢個商場消費？係咪大家唔需要呢個商場拆咗佢都得㗎啦？呢個係我哋最重要問到嘅問題。再仲有一個重點就係，我都喺度再呼籲全香港嘅商戶要站在香港人嘅一邊。現在香港經已係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呢個係一個林鄭月娥政府再加埋呢個黑警3萬嘅暴政造成嘅情況。我呼籲商戶一定要站在香港人嘅一邊。如果警方根本就係強行闖入嘅，請你勇敢走出嚟，話俾全香港人市民聽，佢係強闖私人財產，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呢個亦都係香港賴以成功嘅基石，法治、人權、自由，呢個係絕對不能妥協嘅。有冇話啲咩問題咧？啱啱你提過會同商場方面有一個嘅對話係。咁會啲嗱，剛剛我就將我哋嘅卡片啦、聯絡方法就俾咗商場相關負責人。咁我都重新問一樣嘢，嗰位拎我卡片嗰個係咪最高負責人？咁佢係全部都放晒工。咁我諗佢會將呢個情況去轉達俾佢嘅上級聽。咁我都會繼續跟進呢件情況啦。擔唔擔心佢話嗱，其實如果佢能夠咁樣 hea 我哋咧，我對佢哋係有信心嘅。OK， 如果佢 hea 我哋咧，就等於同香港全市民、香港為敵。呢個佢哋要負上一個更加大嘅責任。呢個對於佢哋嘅資本利益、商場嘅利益、商戶嘅利益，甚至香港各大人嘅市民嘅利益，係絕對冇好處嘅。因為代表住佢放棄住保護佢哋最後私人物業嘅保護權，佢都放棄咗。佢即係將呢個太古商場咧，正式咧當佢係公有物業。如果佢願意咁做，就等於佢話俾全香港聽，太古商場再唔係私人物業，太古商場今日正式為政府管理。呢樣嘢，如果太古嘅任何一個高層你睇到嘅話，希望你正面回應。如果你唔回應可以㗎，等於你默認林鄭月娥今日正式接管太古商場。咁最後呢度都講翻少少情況。剛剛我同區議同事啦，同埋相關市民咧喺現場咧，我哋都睇到警方係不斷挑釁市民，包括我本人在內。警方喺呢個推線嘅過程中，喺一個不合理嘅情況下，將市民不斷推後。個過程中不斷揶揄市民係動物大遷徙，甚至指住區議員話呢度有隻羚羊啦，嗰度有隻羚羊啦。我希望咧，各位警方，如果你睇呢條片，我勸大家收口啦，係嘛？你哋收口啦，對你哋冇好處啊！咁樣真係 ，OK？ 你哋都知你哋其實係工具嚟嘅，你哋再咁樣去挑釁市民、挑釁人民，喺我哋嘅合法嘅情況下表達我哋嘅個人意志嘅話，呢個對你哋冇好處 ，OK？咁過去亦都見到，我都親耳喺我嘅直播都親耳睇到，同埋親眼睇到，就係有指揮官
係揶揄趙家賢博士，作出一啲非常之卑劣下流嘅形容，呢、個唔係任何社會容許到嘅。我希望啲警察翻去好好地諗清楚，你哋執行職務唔好咁口舌辯給啦，做你就做啦，係嘛？你唔好咁多嘢講，對你冇好處。差唔多。仲有冇其他問題？周生。我係南區區議員彭卓棋。係我係維多利亞社區議會主席，維多利亞區議員。灣仔區區議員李永財先生。咁5月1號啦，警方都禁止咗一個即係勞工會嘅一個集會。我哋亦都會繼續去監察，究竟即係呢個限聚令個延伸會有幾多？會唔會限制到我哋連出街嘅自由都冇？我希望5月1號大家各位市民繼續出嚟，唔好怕警暴，我哋要繼續去捍衞我哋行出街嘅自由。仲有冇其他問題冇嘅話，我哋唔該曬咁多位，thank you。